掌声。他这。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欢迎收看《快乐汉藏语》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内容。老主座，今年老大了几百个时候，大家自己老着黑几眼，他妈的老的公民弄得那下就这些，下用，掌声，掌声。他这，他这，愿意，愿意。得米，得米，情况，情况。因此，因此，英子不愿意让同学们知道她的情况。英子不愿意让同学们知道她的情况。因此让人家念出的老主错了，很久没上来人。因此让人家念出的老主错了，很久没上来人。好了，同学们，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所要学习的新词语、新句子吧。老主座，大家今年的老们的名字啥巴了几大？名字啥巴？普通话。是个。动听。年末。鼓励。格玛。英子的普通话说得很好，声音也十分动听。因此是个亚木线度，该动中显得年末热。那英子上台后表现怎样了？因此得不到该下写的简单的题。英子的泪水流了下来。等掌声停息后，她讲述了一个自己的小故事。因此动力全马效用，但是他的记了，可没容易就当着听俺些些熊。啊，真棒！我们要啥？英子的普通话说得很好，声音也十分动听。同学们第二次给了英子热烈的掌声。因此写给要么些熊，给动就想得年不月比，老主用下么了他们的呢，俺是西巴的。从那以后呢？对呢，对，记了简单的题。从那以后，英子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不再那么忧郁了，经常和同学们说笑游戏。对记呢，因怎么演戏等着玩着，才能小农没吧？人家老主都娘的，嘎嘎做主意怎么在玩的？后来呢？对呢，对记了。英子上了中学，她说她永远不会忘记那掌声，是那掌声使她鼓起勇气，微笑着面对生活。对记因子老的弄来越难忘，没看见他家的对你这么些，他家队里可没做运动机呢，说话些比波霸些熊些些。好了，同学们，看完了这段情景动画，你们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是什么吗？呀，老主座，我认得了的词语就是大家记，第一个名字三百个搞定了几大。他念这些。普通话是我们国家通用语言，也就是以北京音为标准音，以普通话为基础方言，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。这个呢，雅卡几个没的几个，他们的学别给的，别呢，人家姐北京感动的，这个的认真把答复。
动听，形容声音好听。话说的生动，使人感兴趣儿。年末呢，那瓦兰爸爸的，给年衔接巴拉塞。鼓励就是激发、勉励的意思。古马呢，罗塞些塔当，你是黑等就巴拉塞。同学们，了解了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、新句子，现在让我们共同来读一读吧。老主座，这里的名字啥办的呢？老中些杂技，大家今年的经典啊。伦敦下酒。普通话，普通话。设计，设计。动听，动听。年末，年末。鼓励，鼓励。格玛，格玛。英子的普通话说得很好，声音也十分动听。英子的普通话说得很好，声音也十分动听。因此也是改亚木限度，改动中现的年末日。因此也是改亚木限度，改动中现的年末日。老主错，这人个名字啥吧呢？黑二旬，大概就话你做一接触了具体冷静。我个他年道理，些给几把的工人咋个，切去上路什么当你来着？呀，老主错，切去来用大把的工人，比些给要想冷静上。同学们，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。老主座，大家去这里路边他年啥把的到下中这些。普通话，普通话，普通话，动听，动听，动听，鼓励，鼓励，鼓励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，让我们来共同书写一下吧。这里我去他年啥把个中的，大家今年的禁止一答啊。年末。设计，格玛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再见。老主座，这里个老千的年长下来人，打电话机。